各位街坊，你有冇試過行過街市，見到個牌寫住18蚊一斤或者20蚊一斤嘅時候，心入面哇一聲，覺得執到寶？如果你真係咁諗，咁你就要留心聽清楚我今日講嘅嘢啦。我今日要爆嘅呢啲嘢，唔係喺報紙睇到，亦都唔係聽路邊社傳聞，而係由一個喺肉食界打滾咗超過30年嘅前輩，喺飲醉酒之後先至肯講出嚟嘅業內禁忌。佢同我講，喺街市肉檔入面，有一啲秘密係死都唔敢同街坊講嘅，特別係嗰啲平到你唔信嘅豬肉，背後隱藏住嘅嘢，分分鐘令你聽完之後，以後行過肉檔都要諗清諗楚。我哋平時行街市，最常聽到啲肉檔老細大聲嗌新鮮豬肉，啱啱到貨，18蚊斤，聽落去好似好抵，但係你有冇諗過，而家一隻生豬嘅拍賣價係幾多？如果你有留意行情，你就會知，而家喺上水屠房出嚟嘅豬，加埋人工、運費、鋪租，如果真係賣18蚊一斤，個老細基本上係賣一斤蝕一斤。咁問題就嚟啦，開門做生意唔係做慈善，點解佢哋仲可以賣得咁平？內行人話俾我知，呢啲所謂嘅新鮮豬肉，其實大有文章。首先，我哋要講下第一種古怪，就係冰鮮豬當新鮮豬賣。呢招喺業界入面叫做洗身。大家知唔知真正嘅新鮮豬肉係喺上水屠房即日屠宰，然後凌晨時分送到街市？呢啲肉係仲有餘溫嘅，我哋叫溫體豬。但係冰鮮豬呢？係由內地或者外國進口，經過長時間冷藏。冰鮮豬嘅批發價可能只係新鮮豬肉嘅一半甚至更低。有一啲無良商人，佢哋會將冰鮮豬肉攞出嚟，用一啲特製嘅藥水浸一浸，或者用清水反覆沖洗，洗走啲雪味同埋表面嘅黏液，再放喺紅色燈光下面。喺嗰種街市常見嘅神燈照耀下，原本蒼白冇力嘅冰鮮肉，即刻變到好似紅卜卜、充滿光澤嘅新鮮肉咁。你以為自己買緊18蚊斤嘅新鮮肉？其實你係用緊新鮮肉嘅價錢，買緊超市平時賣緊10零蚊嘅冰鮮肉，佢仲賺多你一筆。但係冰鮮冒充新鮮都仲未係最恐怖，最令人心寒嘅係第二種情況，死豬肉或者病豬肉。你以為而家法例咁嚴，街市點會有死豬肉？前輩話我知，雖然官方屠場有檢疫，但係總有啲偏門渠道，有一啲私宰場或者係一啲非法渠道，會將一啲因為病或者不明原因死咗嘅豬進行秘密處理。呢啲肉嘅色澤通常會比較深，甚至帶有一種魚紫色。為咗掩飾呢種色，肉檔老細會將呢啲肉混埋喺啲正常肉入面賣。佢哋會專門切成一或者係剁成肉碎。老細會同你講，呢啲碎肉最啱整肉餅，18蚊一斤，賣完就冇。如果你買返去，你會發覺啲肉味道好怪，甚至有一種淡淡嘅腥臭味，就算你加好多薑汁、米酒去醃都遮唔住。再講，點解有啲肉檔可以長年累月維持咁低嘅價錢？呢度就要講下老母豬肉嘅秘密。一般我哋食嘅豬，大約係6個月到8個月大左右，肉質最嫩。但係老母豬，即係嗰啲用嚟生仔、生咗好多年嘅母豬，佢哋可能已經活咗3、4年，甚至更耐。呢啲老母豬退役之後，肉質會變得非常粗糙，纖維好硬，而且皮好厚。最重要嘅係，老母豬體內含有比較高嘅雌激素，食得多對身體絕對冇好處。由於老母豬肉質差，批發價極低，有一啲肉檔就會將老母豬肉混入正常豬肉度賣，或者用啲化學物質，例如嫩肉粉或者係一啲唔知名嘅添加劑去處理。你買返去煮極都唔腍，食落口好似食渣咁，呢啲就極有可能是老母豬肉。內行人仲爆咗一個大鑊，就係關於注水肉。呢個雖然係老生常談，但係技術已經與時並進。以前係直接打水，而家係打一種叫保水劑嘅嘢。呢種化學物質可以令豬肉嘅細胞吸收更多水分，而且唔易流失。你喺街市睇到啲肉好似好飽滿、好水嫩咁，但係一返到屋企落鑊炒，你會發覺成鑊都係水，啲肉縮到得返一半。呢啲18蚊一斤嘅肉，其實有4、5蚊係你買緊啲化學水。咁樣計返，其實你買嘅肉仲貴過超市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咁我哋平時點樣分呢？
內行人教咗我幾招防坑指南。第一，千祈唔好相信你喺紅燈下面見到嘅色澤。如果你想睇清楚啲肉係咪真係新鮮，你一定要將肉拎出嚟，攞去日光或者白色燈光下面睇。新鮮嘅豬肉應該係淡粉紅色或者鮮紅色，脂肪部分應該係潔白嘅。如果你見到啲肉係暗紅色或者脂肪發黃，咁肉肯定有問題。第二，用手摸，呢招好重要。新鮮嘅豬肉表面應該係微乾或者稍微濕潤，摸落去係有彈性嘅。你用手指冚落去，個坑位會好快彈反起身。但係如果係冰鮮肉或者注水肉，摸落去會覺得黏手，或者有一種滑潺潺嘅感覺，冚落去個坑位係唔會彈反嚟嘅，就好似死死氣咁。第三，聞味道。雖然街市環境好嘈雜，氣味亦都好雜，但係如果你近距離聞下舊肉，新鮮豬肉應該有一種淡淡嘅鮮肉味，唔會有任何酸味、霉味或者藥水味。如果老細唔俾你聞，或者你聞到有陣怪味，就算佢賣5蚊一斤，你都唔好要。前輩仲同我講咗一個好心酸嘅現實，佢話其實好多街坊都係因為想慳錢，先至會去嗰啲平價肉檔，但係老細就係睇中你呢種心態，佢哋會用特價嚟做魚餌，等你覺得自己好精明。其實肉檔嘅租金、人工、水電費加埋，成本高到你唔信。如果佢真係賣18蚊一斤，佢一定要喺其他地方補返。除咗我頭先講嘅肉質問題，仲有一個最常用嘅招數，就係呃秤。你以為你買咗1斤，其實可能得12、3兩。街市啲電子磅係可以做手腳嘅，內行人叫呢啲做8兩磅。你睇個磅顯示係1斤，其實入面個設定已經改咗。加上肉檔老細切肉嘅時候手勢好快，佢一邊同你吹水，一邊飛快咁將舊肉吊上磅，然後即刻收錢入袋。你根本無機會睇清楚個磅。有啲老細仲會喺個磅下面放舊磁石，或者喺按鍵上做手腳。所以點解人哋可以賣18蚊？因為佢實際上係賣緊20幾蚊一斤俾你，只不過你唔知。我聽完呢啲內幕之後，真係覺得好震撼。我哋平時以為自己好識揀，原來喺呢啲老江湖面前，我哋真係好似隻待宰嘅羔羊咁。前輩話，如果你真係想食得安心，最好去一啲信譽良好、有牌照嘅老字號，或者係連鎖超級市場。雖然價錢可能會貴少少，可能要40幾、50幾蚊一斤，但係起碼你有個保障，食入肚嘅嘢唔係垃圾，唔係化學物質。特別係對於家入面有老人家同小朋友嘅家庭，呢啲嘢真係唔慳得。你想下，嗰啲不明來源嘅豬肉入面可能含有大量嘅抗生素殘留、瘦肉精，甚至係病毒。為咗慳嗰10零20蚊，如果食壞咗身體，睇醫生嘅錢都唔止啦。香港人成日講1分錢1分貨，呢句說話喺街市肉檔入面絕對係金科玉律。呢位內行人仲提到一個點，叫我一定要提醒大家，就係關於加工肉類。好多肉檔會將一啲賣唔去、開始變色嘅肉，剁碎佢變成肉餅，或者加好多調味料醃成秘製豬扒。佢話如果你見到啲已經醃好晒、顏色鮮艷到唔自然嘅肉，千萬唔好買，因為你根本睇唔到舊肉原本係咩樣。啲醃料除咗係為咗好食，更重要嘅係為咗掩蓋嗰陣腐爛嘅氣味。前輩感慨咁話，而家做生意好難，競爭好大。有一啲後生仔入行，為咗搶生意，不惜用呢啲偏門手段。以前嘅肉檔講究嘅係誠信，老細會同熟客講，今日啲肉麻麻地，你買少啲啦。但係而家呢種人情味已經越嚟越少，取而代之嘅係各種各樣嘅欺詐手段。講到呢度，我諗大家以後行街市見到18蚊一斤嘅牌子，應該會多咗一份警覺性。唔係話平嘢一定無好，但係如果平得太過離譜，完全唔符合市場規律，咁入面就一定有古怪。我哋做消費者嘅，除咗要帶個荷包去街市，仲要帶埋對眼同埋個腦。大家記住，健康係無價嘅，唔好因為一時嘅貪小便宜而忽略咗最基本嘅食品安全。如果你身邊仲有朋友中意去嗰啲平價肉檔掃貨，記得分享呢段內容俾佢哋聽，
等佢哋都知道呢啲街市肉檔死都唔敢講嘅秘密。其實除咗豬肉，街市入面仲有好多其他食材都有類似嘅古怪，例如嗰啲平到你唔信嘅魚、雞，甚至係蔬菜。內行人話，只要你有心去觀察，其實處處都係漏洞。但我今日就集中講豬肉，因為豬肉係香港人最常食嘅肉類，影響亦都最大。我哋再深入啲講下，點解政府嘅檢疫制度好似防唔到呢啲嘢咁呢？前輩解釋話，其實食環署係有巡查嘅，但係你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。肉檔老細知道巡查嘅時間，或者佢哋有一套互相通風報信嘅系統。當有巡查嘅時候，佢哋就會收起啲問題肉，攞出啲正經肉。等巡查人員一走，嗰啲18蚊一斤嘅古怪肉又會重新上架。而且有啲肉檔係採用混合戰術，佢個價上面有一半係正經嘅新鮮豬肉，賣40幾蚊，另一半就係啲冰鮮或者問題肉，賣18蚊。佢會根據客人嘅樣嚟決定推銷邊種肉。如果你係嗰啲好精明、識揀肉嘅老街坊，佢會切啲好肉俾你，收你貴啲。如果你係嗰啲好少行街市，淨係識睇價錢嘅後生仔或者姐姐，佢就會將啲18蚊嘅肉菜俾你。所以我哋喺街市買嘢，一定要同老細建立關係，但係又唔好完全相信老細。你要表現得好專業，例如你要識得講，老細，今日啲肉係咪上水屠房嘅？我想攞梅頭，要爽口啲嘅。你表現得越識嘢，佢就越唔敢隨便呃你。前輩仲爆咗一個細節，就係關於豬油。而家好多人興自己榨豬油，會去肉檔買豬板油。內行人話，豬板油都要小心揀。有啲老細會將一啲淋巴位或者係不明組織混入豬板油入面，呢啲位含有大量嘅毒素同細菌。如果你榨埋呢啲位入去，啲豬油分分鐘變咗毒藥。真正好嘅豬板油應該係好厚實、雪白，冇任何紅點或者異物嘅。講返轉頭，18蚊一斤豬肉呢件事，其實反映咗一個社會現象，就係大家嘅生活壓力大，想盡辦法慳得1蚊得1蚊。但係我哋一定要明白，有啲錢係慳唔到嘅。食品安全呢條底線，一旦失守，後果真係可以好嚴重。我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個真實故事。前輩話，佢以前有個伙計，為咗賺快錢，自己出去開咗檔，就係專門搞呢啲18蚊一斤嘅生意。起初生意真係好到不得了，每日門庭若市。但係過咗冇幾耐，就有好多客返嚟投訴，話食完之後肚屙，甚至有小朋友食物中毒入院。最後食環署接報調查，喺佢個倉庫入面搜出咗大量未經檢疫嘅走私肉，仲有好多非法添加劑。最後個伙計唔單止要執笠，仲要坐監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歪門邪道係行唔遠嘅，但係喺佢出事之前，已經唔知有幾多街坊受害。所以我哋作為消費者，我哋嘅選擇其實係可以改變市場嘅。如果你哋都唔去幫襯呢啲問題肉檔，佢哋無咗生意，自然就會消失。相反，如果你哋一直追捧平價肉，只會令到更多老實嘅肉檔做唔落去，最後市場就只會剩返呢啲古怪肉。大家下次去街市，記得留心我今日講嘅嘢，睇色澤、摸質地、聞氣味，仲有最重要嘅係唔好被嗰盞紅燈呃到。如果你發覺舊肉買返去之後，煮嘅過程中有好濃烈嘅尿騷味或者藥水味，千萬唔好唔捨得，一定要即刻抌咗佢。因為嗰啲肉極大可能係老母豬肉或者係病豬肉。最後，我想再強調一次，我今日講嘅內容係想提升大家嘅警覺性，唔係想大家對街市失去信心。街市依然係一個好有活力，可以買到好嘢嘅地方，只要你識得點樣去揀，多啲同老實嘅檔主傾偈，學習更多關於食材嘅知識，咁你先可以真正做到既慳錢又食得健康。大家對呢件事點睇？你有冇喺街市遇過一啲好奇怪嘅平價豬肉？或者你有冇一啲揀肉嘅心得可以分享俾大家？我哋生活喺香港呢個咁發達嘅城市，食品安全係我哋最基本嘅權利，我哋一定要共同去守護。希望大家聽完呢段內容之後，可以對街市肉檔有更深嘅了解。我哋唔係要針對邊一個檔口，
而係要針對嗰啲不良嘅商業行為。只有我哋每一個人都提高要求，市場先至會進步。下次去街市，記得帶埋呢份內行知識，做個真正嘅街市達人。祝大家買得開心，食得安心，身體健康，龍精虎猛。